11月2日，除了要选县市长、阁有议员哦，阁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互决公投。有民间团体调查就显示讲，民众对18岁公民权的支持度是有提升，也毋过嘛是阁有4成外民众毋知影有这个公投。离9合1大选剩32天，除了地方公职人员选举，阁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互决公投，爱965万票才通通过。根据统计，也有16%的中间选民也无决定敢要投下同意票。是台湾第一次。台湾人自己一起来决定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要修正。台湾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大规模的世代正义、世代沟通的运动。这摆统计伫10月份调查，甲顶摆8月份的调查相比平，民众支持度有增加，但是整体也有42.1%的民众唔知影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互决公投。3月25号立法院投票的时候是109票比0。全部的主要政党都投同意票，是不是我们现在各主要政党大家要继续努力，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说有这个公民权的投票？2017年我们下修公投法，就已经把过去公投的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，民法的20岁成年下修到18岁，到明年的元旦即将就要上路。所以这一路上其实做的事情，就是在台湾，我们希望成年年龄可以一致化。民间团体表示，除了会伫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继续宣传，嘛呼吁各政党甲候选人应该搁来加选民有同意票，希望达成1000万张同意票的目标。记者郭文良随台报道。